一年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，今仔日伫花莲起鼓。今仔比的是市办的读者剧场，甲往过朗读读别人写的各无共。参赛者就要组团写剧本，用母语来表演。我还有法度随回答评判问的问题。有参赛者就讲，这是真有挑战性。足痛，往来做教室。是你家己要讨皮疼。老师昨有就交代讲爱穿长衫长裤啊。全国语文竞赛高中生比赛进前手提文稿赶紧练习，若因家己用过伫往来远的经验，毛学生以语言甲文化做题目来论述传承台语的重要性。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尔，伫生活中捡来应用就好啊，免嫌拼死。无呢，无语言就无文化，毋是干那沟通尔。二三、二四两天，教育部伫咧花莲办全国语文竞赛。第一天的比赛项目是读册剧场。教育部自111年度开始试办读册剧场，互学生组团比赛，万学生家己用母语写稿，以剧场表演的方式，互学生讲一寡较活动生活的代志。这甲演过朗读是真无共款。学生嘛表示，像安尼嘛通了解到共演的人无共的知识甲思考。像阮遐就是有往来，嘛有真济故事拢写内底，像咧阮学校拍的微电影，嘛有一寡较现代物件，像阮的剧本内底嘛有讲到 AI。就是阮头前迄堆是咧写妈祖婆，就是阮妈祖婆无遐尔了解，就听因咧讲话，阮嘛有咧学着妈祖婆有啥物物件。但是读册剧场无像朗读比赛，读煞就通落台。学生表演结束以后，评判先生会针对讲的内容一个一个问问题。学生讲，虽望表演的内容会使准备几个月，不过现场的问答对因来讲，这是真正的考验。学生嘛表示有伴通做伙讨论甲比赛，嘛互因更较有勇气开出用台语讲万项事。因为你可能一个人惊，唔敢一个人落去比赛，阮遮的同学就做伙徛伫舞台顶，安尼较有迄大家做伙迄信心安尼。今年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台语组别的读册剧场，计共是41个学生团体参与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又是试办明年打算要转做正式的比赛项目，嘛会建议各县市学校加强教学甲训练，希望透过读册剧场带动本土语文的学习环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、华联报道。